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用诗歌来到主的面前，愿他的荣耀充满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盼望他的同在带来他的平安，带来他给我们的盼望。你的同在。唱的时候说：“愿你登上宝座，是登上在你心里的那位置，登上在这里，在你的家里。愿我们在荣耀开口赞美他的时候，他真的就像这个诗歌，愿他与我们同在，真实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从头来。”你的同在，何等荣耀，我们敬拜，尊荣神主，愿你登上宝座。宝座，愿你登上宝座，愿我们敬拜荣耀之主，愿你降临，荣耀同在。充满这殿，愿主圣灵充满运行在他的圣殿，在我们的心里面。岂不知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我们需要有他的同在。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
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求主使我们回转，或者是使我们复兴，使我们的灵复兴，我们才能够得着他的救恩。我们一起要赞美，我们开口就是赞美他。从刚才的经文看到说，他是赐慈爱到永远的，他是信实的，所以他的信实，他的慈爱，直到万代，直到永远，他定要施行拯救。所以我们在赞美他的时候，主啊，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信实直到万代，你对我真好，对我们真好，你就开口向他来赞美感恩。我们也承认真的我们有一些的亏欠软弱，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复兴我们对神的热情，复兴我们对他的认识，复兴我们用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开口来赞美他，开口来寻求他，开口来向他祈求他的拯救在我们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慈爱的主，你要有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你用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主啊，在这里我们恳求你的爱就充满降临在这里。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爱，在我们灵里面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圣灵来复兴我们对你的渴望跟热情。主啊，充满在你的圣殿，在我们心里面。主，让我们回转归向你。谢谢主，谢谢主，我们需要你，更多的需要你，天天需要你。主啊，降临你圣灵的火，燃烧我们对你的渴慕，对你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时，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什么？平安，得医治。是因他，不是因医生，不是因牧师为你祷告，不是因其他人为你祝福，而是因他先为我们做，所以我们祷告才有能力，我们奉主的名才能够经历他的医治，他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我们再来宣告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把主权交给他，在我们思想、情感、意志，我们身心灵，我们灵魂体第一个灵你接对了吗？跟圣灵或是跟这些其他的灵我们的魂掌管我们思想，你的想法、你的情感、你的意志，所以让主来掌权在我们各方面，你才不会优先顺序搞错了所以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跟他有合宜、正确、亲密的关系。我们邀请他在你的灵、思想、情感、意志，甚至是你的身体。弟兄姐妹，请坐。如果你当中在身心灵，你需要被祝福，你需要被祝福，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需要，你就站立起来，或者你坐着。你手按在你的需要的地方，你心里不安，你的身体有哪一些的病痛？我奉主的名，求主医治的大能，恢复完全的医治。我们恳求主医治的大能就与我们同在。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站立起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开口来寻求他，他的医治，他的平安，透过他受的刑罚跟鞭伤，要赐给大大张口的人，要寻求他的人，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
我们来到你圣人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宣告，因着信心，我们进到你的医治；因着信心，我们进入到你的平安里面。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定义要拯救我们，你愿意要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因为每一次的敬拜，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每一次的祈求，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回应，需要你的应许，需要你的平安，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供应，主啊，需要你在我们所走的路径都有你的自由在地，需要你的看顾，需要你的平安，需要你的看顾，你的保守。谢谢主，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奉你名来宣告，主啊，你的刑罚，你代替我们刑罚，你代替我们受鞭伤，你就将你所赐的平安赏赐在敬畏你的人，你就将你的医治充满在凡渴慕你的人的身上。主啊，我们寻求你，我们这渴慕你，因信得生，也要因信得医治，也要因信得供应。谢谢主，让我们身心灵是整全的，让我们的灵魂体是兴盛的。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日来守望哦。我们现在读上帝的话，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求什么，然后什么？这一句话提醒我们，你先求的优先顺序是先求日用的饮食，还是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就影响到我们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所有的赐福哦。所以优先顺序搞对了，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有没有用信心来寻求？或者是我的肚子比较重要，我的经济比较重要，优先顺序。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为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常会看到我们日用的饮食所需要的，但是忽略的这一些日用饮食是从哪里来，源头是从哪里。所以我们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优先顺序搞对了，我们就看见神的供应、医治，神的平安，神的带领就在我们当中自己去经历看看哦。所以我们恳求神跟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是知道优先顺序，建立合宜的关系。现在中文译本提醒说，合宜的关系就是那个好的关系哦。好，我们为了今天昨天晚上青年牧区到永安渔港附近那边有一个地方有退休会，大概有20人哈。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天气，还有就是他们在那边活动。这个礼拜3有祷告见证会第2区，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 RPG 的祷告，透过操练的祷告，我们已经慢慢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开始在经历这样的一个祷告。经历这样祷告所带来的恩典跟赐福哦，所以我们未来在讲台、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个人灵命上，我们都会帮助弟兄姐妹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一起来，不要只是在线上，现场我们都开放了哦。所以我们这么为着我们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我们也为着神透过崇拜部安排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礼拜来帮助我们，特别是透过这个圣诞节已经有预备要有这样福音的音乐会我们怎么样去祝福，让他们在整个策划当中，我们也邀请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这个都是很好的音乐家，但是最重要是什么？福音要给人哦。所以我们恳求圣灵来帮助让牧师在传讲信息的时候，真的是让他的话语自己向我们来说话，来扎心。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因你的名为圣。主啊，赞美你，因为你的国来降临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特别是在你的圣殿，在我们的心里面。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看到你属天的荣耀充满，而是赐下你的医治，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你的名为圣，才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主啊，你的名为圣，才会看见我们需要你。主啊，你的名为圣，就让我们知道不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单单的仰望你。主啊，谢谢你，不管是你的话语，或者是你透过教会设立的各个部门，就是为了要来敬拜你，为了要让人听见福音，为了要让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谢谢主，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是你所喜悦的，让今天你的话语是从你宝座赐下的，让你的话语透过圣灵的感动来扎我们的心，来回应你的恩典。我们要同心合意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弟兄姊妹平安，每早晨都是新的，阿们。是的，今天我们要用极大的盼望，我们要用极大的赞美，唱出对神的赞美。我们愿主敞开天上的窗户，我们愿神的宝座降临。你有带着这个渴望吗？让我们宣告主将天敞开，哈利路亚！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因为天上地下要一起来敬拜，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就在这里，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一切的焦点唯有我们的神，看见我们的主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主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在座前敬拜不，主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主我们需要看见你的荣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我们要与24位长老与天使天君一起欢呼耶稣，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
起来敬拜，哈利路亚，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神就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岂不敬畏我们的神？我们岂不开口？我们岂不把一切的焦点转向我们的耶稣？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再一次说，我们的神在这里。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耶稣。唯有耶稣不在我们的生命，唯有耶稣。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再一次来敬拜，天上地下何以敬拜？唯有耶稣，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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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将一切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主耶稣，你是圣洁的主，主愿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宣告你就在这里，我们宣告你的宝座就在这里。哈利路亚！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君王就在我们当中，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我们的耶稣，你就在这里。睁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荣耀的同在。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圣洁耶稣，圣洁。主啊，你是我们敬拜唯一的焦点。主啊，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你的宝座在这个地方。主，愿你的国度降临。主啊，降临在你的圣所。主啊，愿你荣耀的烟云充满在圣殿。我们要心向你回转。主啊，我们的心要向你回转。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唯有耶稣基督是主，拥戴你为王。君王，你在这里，和散那归于至
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来高举神，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来呼唤你的名，更多来承认你唯有耶稣，直到那日。更多再一次弟兄姊妹，唯有耶稣，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来呼唤你的名，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君王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和散那归于至和散那耶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哈利路亚！和散那，万军之耶和华，圣哉，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主，当我们宣告主啊，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主，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期盼，这是我们从灵里面的祷告。主，愿你的国度降临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教会里面，就是你的家，就是你的家。主啊，就是你的教会。主啊，要降临在你的儿女身上。主，我们何等渴慕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力。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主啊，这是我们的呼求。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生命彰显在这地，实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矗立在你的同在，因为我们都是在神国度的子民。在神的国度里，弟兄姊妹，当你要领受医治，唯有在神的国度里；当你要领受能力，唯有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主，愿你的国度，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
主耶稣的生命。愿你胜利彰显在这里，是新生哦，主啊，你的神迹跟医治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是属于你拣选的子民。哈利路亚！我们是你拣选子民，在这天国使命，靠着生命宣扬基督的能力。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天国子民，愿你带来复兴，再次苏醒，看见礼物降临。愿你国度降临在这里，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胜利彰显在这里，实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主力施行神迹医治能力。哈利路亚！实行神迹，再一次说实行神迹，实行神迹，再一次说实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主力在你的同在里。主，愿你的国降临，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你的同在带来我们邻里的改变，而是带来在这个地方受伤的要得医治，伤心的要得安慰，失落的要重新给他盼望。主，你的灵在哪里，就是上帝的国在那里。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主，你深知我们，深知我们的境况，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不再以我们自己为一国，我们是神国的子民。主啊，求你分别这个地方为圣，愿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才能够看见上帝国在我们当中。主啊，透过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你要我们所走的恩典的道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命定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主也让我们透过礼拜，透过敬拜当中感受到你的同在。主啊，因为你的同在太美好了，你的同在可能也是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害怕。在美好当中，在惧怕当中，我们感受到那罪我们要对付，我们要感受到那个平安我们需要。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早晨的敬拜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照着您的心意来遵行，我们都成为天国的子民，蒙福的子民。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虽然气温有点下降但是请我们弟兄姐妹注意保暖之外，我们也感谢主这个下雨或者是好天气都是神所命定的那我们凡事来谢恩，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感谢主，我们看到疫情在我们的台湾其他的国家还是有一些的疫情但是我们看到疫苗的普及，然后还可以过来，应该让你选择混打牧师已经打完的第二剂了高端第二剂
我听说那个最近国际期刊医学期刊说它第二季可以到8-9成了哦，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无论是打什么牌子啊，真的是要求神的同在哦，这个是最重要啊，最重要。好，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像团体的照相、个人照相，也就可以脱口罩。但是平常我们还是保护我们自己哦。那各项礼拜聚会，我们都在第4页，请我们自己来看。11月7号，我们是今年度最后一次的圣礼典，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还没有接受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呼召，那把握每一次的机会，因为每一次的机会稍纵即逝。我们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把握现在有3名要受洗哦。那在今天之前，向游牧师来报名，或者是向行政干事来报名。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儿童牧区有举办小魔术大改变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亲子的活动，我们也呼召在线上夏令营的这些同学们，如果可以回来那我们就是慢慢开放这样的一个实体我们为着这些的家庭亲子来祷告来祝福，我们需要有这些儿童年轻人被兴起。那我们在今天周3的祷告会是第2区，要来分享见证我们盼望更多的见证，因为我们同心合的祷告，2-3人的祷告，我们已经看到好多小组他们有一些的经历他们在经历透过同心合的祷告，怎么样去翻转改变他们的生命。在礼拜3也有我们的执事张伟轩医师，他是耳鼻喉科的那从前风闻有你，今日亲耳见你可能过去奇怪怎么听不大见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来请教他这个有这样会议的代码你可以打进去，在线上来聆听这样的一个医学的讲座。那我们呢？德国关怀据点，因为教会骑楼这个是政府为我们做的啦那在礼拜1暂停1次那因为我们今天会在抿食子那怕长者出入怕有这样的一个安全上的顾虑所以我们请就是注意一下。那礼拜2就开始了有照册，已经有打疫苗已经有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照册里面，你就可以来出席。我们第8组的捐助姐妹的父亲林建宏弟兄，于10月19号礼拜2蒙主恩召，享年81岁真是在劳苦当中得安息我们看我们的姐妹真的非常的辛苦这样的照顾神也知道体恤她的这样的一个劳苦那定于11月4号在三峡的火葬场举行追思礼拜那之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树葬的安排愿主来安慰他的遗嘱。那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那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2遍，一起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路加福音19章第9节，再一次，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路加福音19章第9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对上帝的感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引导
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曾富足，主已成就了。大师再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都是你恩典的赏赐，主，你是配得称颂、配得赞美、配得感恩的主。主，谢谢你，主，我们现在甘心乐意的将我们的时间、将我们的金钱摆上，成为馨香的祭。主，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于你的，祈求主你悦纳。亲爱的主，也求你能够赐下智慧、能力，在我们的牧者团队及长职同工，在教会的事工上的经营管理，主，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祝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我们的教会得造就，让主你的福音得兴旺，来兴旺整个桃园，兴旺整个台湾。主，谢谢你，现在主耶稣，祈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在桃园地区能够成为一盏明灯，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主，谢谢你祝福在一切的事工上。主，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诚心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阿们。坐下，彼此来祝福，说上帝的恩典够你用。我们请坐。我们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们，一起要来读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新约的路加福音第19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第10节。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哦，大声来读上帝的话，一起来。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感谢主啊，弟兄姐妹，我们透过主导文的教导哦，我们要更细的来明白哦，我们的信仰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在主导文里面有几个祈求啊？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过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愿表示什么？对啊，祈求啊，那表示什么？完全的实现了吗？还没有哦，已经有在当中，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哦。那我们要透过今天这段的经文哦来看。我蛮喜欢看一些的动作片哦，不知道在场的有没有喜欢看比较动作片的？有没有？都没有举手，是怎样？还是爱情文艺片这样哈？呀，所以像布鲁斯威利他所演的这个超危险特工哈，他有一些的系列哦。那他是一位在男主角当中的角色是扮演退休的一个 CIA 的情报人员，退休了哈。那因为某种原因要把他灭口哦。那他为了要保护他自己，还有他所爱的人他的女朋友，所以他运用了他之前所被训练的这样的恩赐，那也发现背后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阴谋，然后去打击这些背后，把这些背后这个藏镜人把他揪出来，这样哦。那其实在最近的新闻里面，我们看到有谁是威胁到我们当中的一个平安哦，我们的安全哦。那我们都知道是中国，是对岸哦。那我们看到中国的兴起来哦，最近发展了什么飞弹啊？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超音速飞弹哦，它可以打到外面太空那边再下来哦。那美国觉得说，哎呦，哇，这个糟糕，危急哈！我们好像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先驱者，但是竟然对我们有一些的威胁啊。那个俄罗斯也感觉奇怪，这个技术好像从我们这边流出去了哦，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就会被处罚，这样被抓起来哦。那之前中央情报局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这局长伯恩斯，他要表示就是说要成立一个中国任务中心哦，以应中国的日渐威胁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就要招一些的特工，年薪上看13.4万美元，那大概一年多少薪水？大概360几万哦，如果用27来算，这样哇，不错哎，这个薪资蛮高的就是要让他们怎样？你要学习上海话，学习客家语、普通话，还有其他的这些语言，像粤语这样那来因应就是说中国日渐的崛起，然后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对各国，特别是对我们台湾的这样一个威胁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台湾也一直在发展好像刺猬式的这样的一个飞弹，你要来攻打我就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了，就是让我的国不会受到影响。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我们之前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跟这位天父的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建立，所以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我们称上帝为天父。
牧师在整个誓约的第一个会提到说，你愿不愿意承认接受上帝为你的什么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圣灵作为你的保惠师。其实这个在讲什么关系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建立，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跟他建立，怎么样跟他相处。所以我们想要，或者是需要，或者是我们想神要的。今天我们要来谈愿你的国降临。上帝拣选了我们好像君尊的祭司，是这个圣洁国度的子民。他差派我们，就好像他对门徒说：“我差派你们进入到世界，进入到狼群的当中，为的就是要抢救灵魂。”弟兄姐妹，我们好像天国所派在这地上的一个特工一样，有特别的任务。所以耶稣交给他的门徒有特别的任务是什么？你们要去，对不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做什么？洗礼、施洗。那我教你们的，你就告诉他们。然后最后有一个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然后直到什么时候？世界末了。所以世界末了，到底愿你的国？有人说：“哎呀，那个审判的日子来到，是什么？末日近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征兆，国与国的战争、饥荒、地震。所以有人说：“牧师啊，好像那一天要来了，末日近了，上帝国真的要来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弟兄姐妹，你会求愿你的国降临吗？会不会？我都还没有享受，我还没有享受够，然后你的国暂时不要来临，是这样的意思吗？过去在一些的观念上有这样的，就是那个审判的日子来到，上帝的国来到。但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耶稣要教导他的门徒，甚至在教导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样的心意？我们就好像一个接受特别任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进到人群的当中，我们如何让上帝的法则进入到人的当中？属世的价值观、法则跟上帝国的价值观有没有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透过我们，然后彰显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些的情况你在你的社区，你在你的家庭，是上帝国还是什么魔鬼的国？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关系，会影响到我们跟神，或者是跟这个灵界的关系所以今天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所谓的基督徒，那不是只有挂这个身份那透过祷告，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然后后面我们看到他给他们权柄，然后去医治、去赶除这些的灵界的这些黑暗的势力所以在地上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释放。但是我们看到前面所教导是什么？他的优先顺序，然后能力从哪里来？我认识到这位神。我们刚才在赞美、在敬拜的祷告当中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位神？所以我们最近在推动这个 RPG 的祷告第一个就是你向上帝感恩。你的感恩，比如说上帝感谢你让我出入平安，今天我享受在你的平安里面，因为你是什么？你是耶和华沙龙，对不对？什么意思？是平安的主吗？你认识到这位，你认识到他的医治，你经历到他的供应，你在秋华当中，哇，你是耶和华以勒，你是供应我的主。所以在我们赞美的时候，你感恩赞美，你认识到这位上帝的属性，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上个礼拜刘牧师也跟我们谈到，愿你的名为圣你在哪里可以让他的名为圣？研究的牧师在酒店那边也可以让神的名为圣。他看见这些困苦的人，然后怎么样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的孩子，然后能够在总统府前唱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赞美神的名，然后来庆祝国家的生日，不容易。弟兄姐妹，因为在生命当中需要被改变哦，所以我们来看愿你的国降临，还有其他的意义，就是神差派我们进入到人群当中，你所处的职场，你在你所站立的地方，可不可以让神的国降临在那个地方？是因为你愿意让神来使用你，让神来帮助，透过你的安慰，让那些忧伤的人、失去亲人的人得着安慰。特别是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哦，圣经告诉我们说，与商家在一起，好比胜过什么？王喜宴的家。所以上帝感动你我，让我们看见这些人的需要。那我们来想说，第二个祈求什么？我们求对了吗？另外一个天国降临，到底真正的意义？圣经有好多，天国好比什么？笑，好比在寻找宝贝、银钱等等。那今天牧师不会从这方面，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的方面一起来要求什么？在路加福音18章18节后面刚好跟撒该这个故事有一些的对比，所以牧师今天会从路加福音的18章，如果你手中有圣经，你可以也翻开来对照。那这个背景就是耶稣他面对一个少年的官，他也是一个财主。今天这两个人的背景都是很富有，而且这个人他有官位所以受人来敬重。那在路加福音的18章18节以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官他来寻求耶稣，然后来问一个永生的问题：我怎么样做，我可以承受这样的一个永生？好，所以他一开始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对话说：你是一个良善的夫子那耶稣就说：你为什么称为我是良善的呢？一开始的对话当中，他就用这样的良善，台语说好啦，这是一般世俗的人的观念我做好事，我应该有好报，对不对？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然后呢，时候未到。所以我们看到在世俗的观念里面有这样的我行善，我积德，我想要寻求永生。所以这个少年的官先用什么？用善来跟耶稣对话。我看你是很良善的，其实他背后可能我做的也不错啦，所以我做得很好，我分享给这些的穷人我有做到啊。我们看到这个少年的官，他以为他自己可以运用自己的方式，就好像现在世俗的一切的观念。以前我们在民间中的信仰也是这样的观念，行善积德，我们靠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要来得着这样的一个属天或者是永恒的这样的一个赏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富足的关系，跟耶稣的天国的关系价值观是有一些的偏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少年的官，他想要用透过这些外在的方式来操控这位耶稣，我可以得着什么？就好像我们祷告，如果没有好好很小心、很清楚的这样祷告那我们会落入到愿你的国降临今日赐给我们的等等这些是我讲，你来做，你要做，你必须做。如果没有做，我就不相信你了。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一次两次我求不得着，可能那个信心就崩溃，就离开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仰。那没有想说我求的对不对那这边我们看到，他认为我努力行善，好事做满，应该可以承受这样的一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吧。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很多人，他认为用这样财富的方式可以来操控，或者是赚取买啦，就是买到这样的永生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哦。这位邱老师哦，他在我们的教会大概做了他7年，在数理方面的这样的辅导我们的学生哦。那我想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他也用可能像刚才那个少年的观，用一种我行善，我可以祝福帮助这些的孩子哦。那要给他停车券，他也说不用，我就是靠我自己来回馈哈，因为他过去人家帮助他。那有一次在上个礼拜3在楼下，他遇到我哦。那我跟他聊，然后他也呼吁说：“哎，牧师是不是可以呼召一些教会的有这一些的教导哈，在其他的不管是其他的科目啦、英文啊、其他的科目可以一起来参与啊。”哇，这个也提醒我们，一个非基督徒7年没有领配，然后一直付出哦。这样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人才在哪里？可不可以一起来参与，然后把这些年轻人带起来？有一些的不是教会的年轻人哦，然后他们透过这样进入到教会。那这当中，青年牧区有安排一些的同工，怎样在当中会有一些的生命教育的时间，跟他们有这样的建立关系哦。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观念，我参与这个事工是行善，是做好事，这可能跟少年的这样的观念，为什么？因为这个救恩还没有临到他生命当中，所以可能我们的做法就看到我做好事，我做功德，可以帮助我积善，然后有一天我能够像这个少年观的观念，用这些外在方式来承受永生。我们一起来念来。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地上这样价值观的掌控哦，需要以这一些的财富来决定一切。所以人家说有钱能够使鬼怎样？推磨哦，就是这样哦。耶稣也提醒我们，这个行不通的，你用善事没有办法哦。OK， 如果这个没有办法，那继续呢？那这个夫子，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些的诫命。那我们看耶稣哈，如果对照圣经哦，耶稣提到说，你应该晓得这些诫命哦。那财富的没有办法用买的赚取承受永生。好。那第2个，你不可杀人，然后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在讲什么？在讲诫命哪里？10诫里面第几诫？他从第7就是从第5、6、7、8、95、6、7、8、9，这个是关乎谁？关乎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前面的世界其实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哦。但是这个年轻的官他就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这样总可以吧？这也是犹太人他们在他们想法观念里面哦，从小就遵守这样的一个诫命哦。那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10诫，对不对？10诫里面有谈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然后谈到什么？谈到人跟人怎么样相处，不要讹诈，或是贪财，或者是欺骗，或者是作假见证等等这一些。那其实他们真的是把它扩大了哦，扩大在犹太教称这个戒律为米茨沃特哦，那或者是说诫命。那在这个诫命当中，我们从摩西五经所谓的妥拉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他们包
包山包海，包括生活当中各样人跟人、人跟上帝之间的接触哦。后来把它扩大这些的诫命哈，解释到613条。来念一遍，来613条哦。这一些的人真的是很用心，你知道吗？但是到底是不是上帝要的哦？只是遵守在这一些的诫命上面，还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可以实行出来，是更重要。所以它包括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训令式的这样的一个戒律，总共有248条哦。人跟人可以跟人的骨骼数目相对应哦。那大概这个部分是人的骨骼的18个部分。那另外有禁令式的诫命，就是大概365条，好像对照人的肌肉这样的一个数目哦。这个是有一些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报道记载哈。好，那这里我们看到，好，那我财富行不通，那我就来谈到律法吧。所以律法，我可以遵守律法，这个是他们观念。我遵守律法，上帝的诫命，我就可以承受这样的一个永生，可不可以？应该可以吧？我从小都遵守了哦，没想到又被耶稣打枪，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我包括了婚姻，包括了生活，包括跟人的应对啊。但是还有呢，1到4诫呢？上个礼拜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怎样为圣呢？耶稣要讲的，透过保罗所说的，我们看到你就缺少了一件，不是只有靠律法来行义哦。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我靠遵守律法，我就可以得救。但是耶稣说不完全哦，真正的就是要相信。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因信怎么样？来得着这个救恩，所以因信称义是这样来的，不是因遵行律法来称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把这样的观念厘清。这个也是一般的世俗的人，我靠着遵守或是行善积德，我靠着守诫命、守律法，我有来做礼拜啊，应该可以吧？我有受洗啦，应该可以了吧？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就提醒他哦。我们缺少一件，我们不可以再这样的靠律法来称义哦。这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的哈。所以我们看到重点其实不在于他的富有，而在于耶稣说：“那你缺少一件，就是去做什么？变卖所有的财产，然后呢，分给穷人。”这个少年的官。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很富有，最后呢，他忧愁了，脸色难看，就离开了。我们看到他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身上所有的恩赐，他的财富，他所遵行这样的一个律法，要得着。但是这个是用世上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价值观，要来衡量上帝国的价值观。耶稣说，这个是你进入天国的阻碍。好，那重点就是耶稣说，不是在这里财富，所以要分享出去，让人看见，让人经历，让人感受到被帮助，这个才是重点。所以缺少一件，让永生难以有这样的得着，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提醒说，那个财富不是罪恶，你知道吧？那财富如果是阻挡你进入到上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或者是说这障碍，那你就要想了哦。所以耶稣说，财主要进入到上帝的国比什么困难？比骆驼穿过什么针眼？我们一直会想到说，骆驼要穿过针的眼，台语讲穿过针片，很难，对不对？现在要叫你穿个线哦，哇，老花穿不过这样哦。那人说，那这样谁还可以进天国？
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哦。其实那个箴言哦，那个箴言是指这个要进入一个城门哦，里面那个小门呐，哦，所以可不可以进？可以进，但是有一些困难度哦。耶稣说，在人不能，在上帝可能的，可以哦。那这个门就是耶稣所讲的箴言。所以骆驼那么高，要进入到这个门，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可不可以进？可以，只要你稍微谦卑，你努力一下。好啊，我就努力啊，我不是靠这样来努力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提醒他哦，不要让这些的财富哦，外在这些成为拦阻你进入到上帝国的一个阻碍。财富不是罪恶，但是你有没有好好去运用它？耶稣也提醒，就是说你把这些变卖了，然后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最后我们看到他没有办法，他离开了，他忧愁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作恶呀，好富有。所以刚才的经文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要神的国，优先顺序搞对了。神不是要让你真的完全都一无所有，而是让你的生命更丰盛。当你分享出来，上帝更多祝福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看，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或者是我们在选择这样的一个人生道路当中，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优先顺序稍微调一下。我以我的需要，我作为优先，工作、事业，但这个不是上帝的价值观。我们来看天国的降临哦，透过撒该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少年的官，他是主动来寻求耶稣，渴慕耶稣，渴慕这样的一个天国，渴慕永生，但是因为财富阻碍了他，其实是他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耶稣所讲的就是，你先把你的主权放下，你照我所说的，你愿不愿意来做？这个是我在耶利哥造的那一棵桑树，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啊。我们台湾的桑树没有那么大，对不对？随手摘或是很低哦，但是这个是成为一个观光的景点哦。那耶稣他经过了桑树来到了耶利哥，那我们看到刚好这个税吏撒该他听到了耶稣要从那边经过所以他就赶快，他带着渴慕的心我想他有听过之前耶稣有跟这些税吏在一起吃饭的，这个人不一样跟其他人怎么样都讨厌我。刚才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在人的眼中，撒该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罪人。我们读过，不要忘记了罪人，谁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撒该，他还没有接待耶稣之前，耶稣看见他的生命当中，人看他是罪人。然后呢，那个税制是用那个标啦，去报啦，然后他可以随着自己的调整，所以我们看到人讨厌他，是因为他都收了税啊，他讹诈了人，所以这些人在人民的眼中看是剥削者，从我们的口袋把更多的钱把它剥削过去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就停留在那种罪恶当中，被别人唾弃讨厌那他身材又矮小，你想到你讨厌的人又看到他来，那他想看耶稣，当然很多人就怎样，不让他看。一个国税局的局长要爬到树上都没有面子啊。但是我们看到撒该，他不顾一切了，他就是要看。他要看耶稣到底何许人也？他能够跟我的同行吃饭，这是天大的
事情呢，突破他们的观念、传统，或者是他们的诫命呢？因为他们不能够跟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罪人一起吃饭。突然，耶稣停下来，然后主动的招呼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怎样到你家给你请，你请我吃饭，我要住在你家。”哇，他高兴得不得了哦！抿嘴，耶稣要今天到我家，然后我当然要邀请这些亲朋好友来，对不对？开个福音餐会啊，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荣耀！耶稣竟然要到这个罪人的家来做客，为什么？因为耶稣看到他生命的需要，耶稣看到我们生命的需要，所以他邀请我们。他就是让我们邀请他进入到我们的家庭。耶稣的心意就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他希望万人得救。耶稣给的价值观不是看见这些罪恶人，然后排斥他们，然后不可以与他们一同吃喝。耶稣来说，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让天国降临，所以他主动的寻找，不像这个财富的官，他来寻找耶稣。这边要讲的就是耶稣，他主动，他来寻找拯救，要帮助我们，特别是这些罪人，包括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在现在可能是公务员的撒该他运用他的工作、他的职权，他滥用职权，他搜刮民脂，他被人唾弃，所以不被接纳。我们看到我们周遭有没有这些的人？有。耶稣今天呼召我们进入到人群当中，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好的使者。看见这些人，可能他们平常被唾弃的，关系不好了，但是耶稣要呼召我们来到他们当中，怎么样建立好的关系？第二个，我们来看到耶稣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因为一个义人都没有。第二个，我们来看耶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他在他的生命当中被人视为罪的时候，耶稣就主动有这样的一个慈心来接纳他。刚才我们说，在他的家让他请客。然后他邀请了很多人在他们家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刚开始是在他家做客，我是成为一个客人，然后让他请客。这个客人来到他家吃饭，表达在他们的饮食习惯当中、律法的习惯当中，就是表达我接纳你，我认同你。虽然人讨厌你，但是我不讨厌你。我接纳你，所以那个吃饭不是随便吃，而是有意义的表达我愿意接纳你。在宗教上是一种认同，甚至是在灵性上的一个连结。所以耶稣不只是在他家吃饭，他还说：“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主耶稣乐意住在我们凡愿意接待他、愿意邀请他的弟兄姐妹人的心里面。表达他对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他接纳我们，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愿意接纳，愿意认同。就像上个礼拜刘牧师讲的那个见证一样，不管你是多么卑贱，神透过牧者，透过弟兄姐妹，愿意与他们同在，站在一起，接纳他们。今天教会如果是分你是比较有水准的、比较有钱的才能够进来，那教会要关满。今天教会就是要让每一个人，不管你什么样的身份，我们都接纳。这个就是耶稣想要的。在撒该的家做客，但是我们看到，当撒该遇见耶稣之后，圣灵感动他，让他看见自己的罪，看见别人为什么讨厌他。原来我过去做了讹诈人，
欺骗人、剥削人。所以，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圣灵在感动他的心。我要改变，我要做一些的调整。所以耶稣没有要求他说：“你去变卖你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就好像他对那个少年的官讲的一样，对不对？竟然他主动了，因为耶稣接纳他，接纳他这个人，接纳他的生命。因为耶稣看重他，甚至跟他住在一起，不是只有吃，而且住。耶稣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主人，耶稣要成为你生命的主人。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当撒该遇见了耶稣之后，圣灵就感动他，我愿意调整改变，我把我的财产一半怎样分给穷人。他有没有请会计师帮他算一算，然后再还讹诈人的4倍？他有没有算一算，这样会不会破产？可能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就看到说耶稣这个人为什么会接纳我？为什么愿意到我家？看到他生命的需要。所以路加描述救恩临到他的家，逆转了过去人对他的想法。所以弟兄姐妹，当他这样的宣布，召开记者会，然后宣布说我要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别人对他的生命、对他的身份有一些的观感的改变？有没有？我们觉得会不会？如果你是被他欺骗，然后他现在说我要4倍还你，你会觉得怎样？高不高兴？不高兴就拿来给我好吗？当然高兴嘛！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改变？哇，原来耶稣到他家，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话，所以他生命本来要钱，从人的口袋把那钱要出来，但是现在愿意把它拿出来，一半给穷人，回应了上一个故事。耶稣要求这个少年的官，他做不到，但这一个被视为罪人的，竟然可以做到，而且是主动说、主动做。我相信，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同侪、他的身边的人？被他欺负过、被他欺骗过了，会不会影响？当然会。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哇，原来耶稣真的有这样的能耐吗？能让一个贪婪的人竟然逆转了他的生命，竟然愿意给。过去是抢，但现在是给，是什么原因能够让他逆转他的观念、他的价值观？弟兄姐妹，这不是天国降临，是什么降临？所以上帝的话说，天国在哪里？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圣灵的感动来帮助这个撒该，说我愿意回应耶稣。就好像耶稣告诉那个少年的官，你要变卖，然后分享给穷人。他做了更多，我分享给穷人之外，我更多，我回应。过去我讹诈了谁，欺骗了谁，我愿意回应你们，我愿意请你们饶恕，我愿意我改变我生命。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什么？你们心里或在你们当中。所以当人愿意改变的时候，上帝的国就在那边。撒该他愿意改变嘛，对不对？上帝的国就在那边，会不会影响？哇，耶稣真的很棒，这种人他竟然能够改变，我也要。我想要改变我跟可能妻子的关系，跟先生的关系，我想要改变。我过去被人唾弃，被人看为卑下，我愿意改变。
今天我愿意让耶稣在我生命当中，不是只有做客，而是掌权。所以让主掌权，就看见什么？看见天国。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圣灵在他的生命做更新，让他的心被开起来，然后看见神国。但是还不够，他做对了这件事情，是上帝要的，是耶稣要的。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你看见了还不够，你要如何进？这边提醒我们说，借着水跟圣灵来重生然后才能够进上帝的国。表示我们都要接受耶稣的救恩，受洗归入他的名，我们才能够进上帝的国。你的生命改变了，自然你的环境周遭你所做的就改变了。陈开煌这位教授，他是国立大学的电机系的博士，他还有电子跟文创硕士的双学位，看来好像是人生的胜利组，但是却在他的职场上，他的论文升等上，屡屡遇到挫折。他们夫妇结婚了14年，吵了10年。这是他们自己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虽然夫妻建立了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有这样的情感的革命，吵架常常吵，但也不至于说离婚离但是他的太太有一次差一点要跳车这样所以其实他们彼此的关系都不是很好。他的妻子也常常抱怨说，我好像是他的出气筒、垃圾桶。他如果在职场上遇到一些不如意回来，就是怎样，好像倒垃圾这样的一个骂，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不好了。但后来当他的生命遇见了耶稣之后，夫妻感情甜如蜜，而且能够参与在教会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在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他透过各种的宗教、静坐等等这些的方式，然后寻求平安，寻求他的论文的升等，但是一等就是好久也没有下文。但是既然当他接受耶稣、遇见耶稣之后，他愿意把优先顺序的调整，神竟然让他在3个月当中，他的论文就升等了。让他所做的，他经历了神的恩典。让他面对这些邪灵的搅扰的时候，他的太太说：“我等一下请那个耶稣下来，你等一下你就跑不了。”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心，让他们经历了他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弟兄姐妹，你说上帝国有没有降临在这个家庭？当然有。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在信主之前，开煌他跟我私底下相处是，他都会每天都讲他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他的思考会比较负面。信主之后呢，他就会看事情就比较正向，然后也可以比较站在对方的想法去想说，他为什么今天会讲话得罪他，然后他要饶恕他。然后我觉得就不再讲那些负面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从垃圾桶 update 成珠宝盒这样子。那才德的妇人谁得着呢？就有一次我在一个早上一个梳洗的过程中就无意中看到镜子的自己。其实镜中的自己其实就是对待另外一半的方式。认识耶稣之后才知道说，其实不用再靠自己的一个努力就可以得到这一个才德的妇人了。感谢耶稣。我补充因为我们以前我个性也是比较冲，然后他也比较直这样子。那我们在很多时间的时候都是会斗嘴，然后斗嘴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变成吵架。那吵架的话，就会吵的那个时间就会比较长。然后信主之后呢，
我很享受跟他出去旅行，因为在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很多关于神的事情啊，然后比如说有什么样感动，我们都在分享那些感动。然后如果要吵架的时候，我就会赶快住嘴，然后心里面祷告说：主啊，我不想要跟他吵架，你要在我们中间。那以前的我是不会这样子，我一定要吵个谁输谁赢这样子，嘿。然后但是我觉得信徒很轻省，你就是不用去证明你的论点一定是对的，你就先把主给摆在前面。那先生也望着主，然后我也望着主，那就很自然而然的，你们的吵架跟那个沟通点，就这样，你们就是沟通完了，而且那个是他就是很到点的那个，你们那个问题就忽然间就没有了，这样子，我觉得一切都交给主，还蛮轻省的。上帝的国降临是在哪里？在人的心里面改变的时候，夫妻关系改变，他周遭跟人的关系就改变。弟兄姐妹，上帝的国降临不是世界末日啊！上帝的国降临是从我们心里愿意改变，就好像撒该一样，他愿意改变。你说他的家不会被唾弃，人家走过他的家不会吐口水，不会再指指点点，而是看到这个家是一个救恩的家，是一个蒙福的家。你要让你的家成为蒙福的家吗？我们邀请耶稣在我们家掌权做主，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主权。我们一起来念来：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你愿意让你的生命被主来掌权，一起来念来：清心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你愿意把你的主权，就好像撒该，他把他的生命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他被上帝使用，然后进入到人群当中，然后祝福这些穷人，祝福这些有需要的人，或是被他讹诈的人，心里面记恨的人，因为他愿意回应神的话语，回应主的话语，那一些人的心饶恕了，放下了。第二个愿意让我们的生活是遵行天国的法则，一起来念来：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可能你暂时会失去，或者是好像付上代价，但是天国是你的。天国降临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所站立的地方，甚至在你的家庭。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愿神的国降临，先从我们的心开始来改变。我们愿意改变，我们就看到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职场，降临在我们的家庭。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实力，单单依靠主神力。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给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胜利降临在这地，是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主力在你同在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生
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主你在你的同在。再一次来宣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里，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主你在你的同在里。愿神的国降临是不凭血气，愿神的国降临是不凭着我们的势力，愿神的国降临是我们愿意心里面先改变，不是先改变别人。愿主的灵来光照我们，可能有一些画面会出现，哎呀，我们可能很凶、不饶恕，或者是不行神的心意。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就好像他光照撒该一样，他愿意改变他的生命态度、价值观，让耶稣所想的，透过他所行的，让天国、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求愿你的国降临，不是操控你，而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愿意改变什么，愿意调整什么来符合神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这个世代，就好像那个有财富的官一样，他忧愁走了，因为他不愿放下自己的主权。求你帮助我们调整优先顺序，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相信神你的应许必临到在我们当中。求圣灵感动，让我们的心能够先愿意调整改变。愿主耶稣基督，你爱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相遇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愿天父上帝，你继续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活出天国子民的价值观跟态度，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主力在你的同在里，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主力在你的同在里。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愿圣灵与我们同在，上帝的国降临在你还有你的家庭、你的职场上，愿你们平安。我们彼此来祝福。